如何在以下场景中一眼看出 I 人E 人？所以在座的各位观众，有没有兴趣的，勇敢的可以上来举手。E 人举手就对了 ，I 人不想举手，我退了。单压了。哟，我要拿走他这段 flow， 让你无法 say no。站在台上你变成一坨烂肉，在欧基面前你永远 stand low my bro。哟，E 人接话茬，这不是张嘴就来的事吗 ？I 人好多人啊。投举说不敢当不敢当啊，只要我举就可以啦。太好笑了，同学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笑的段子，谢谢这位同学，下去。E 人不让场面冷下来是我的使命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E 人主动再主动，出了这么多汗呢，快踩！我自己来。爱人放着我自己来，哪怕对面是女神。不要说脱口秀，脱口秀，行。留作业，以下行为是什么？